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。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喂，有你！哇，你好潮啊！居然开通了微信。哈哈，太简单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果然是皇帝啊，天赋异禀，一学就会。皇上，那你找妖女有何贵干啊？没什么事，只是想告诉你，父皇他这几天都很乖。你父皇每天都很乖的好不好？可是他只是每天都会找各种的理由、各种的借口，想去等一个人，而且他还都失败了。等一个人喽！太棒了！哎，元宵，元宵，元宵，看我！哎，看，哎，耶耶！元宵，看我！哈！开车去，开车去啊！开车去，开车去！嘿，嘿嘿。我教你的都准备好了？耶！耶！放心吧，我是妖，我是妖，我是一只爱上人的妖。这是干什么呢？我舍不得你呀！三叔也舍不得你呀，你看你都瘦了。我们什么都没看，什么都没看。哎呀，爸，跟你说个事儿，今晚我们要去等一个人，你要记住一点，得穿漂亮点儿。你小子，谁说我们要去的？啊？是你要去。唉，我是作为你的监护人去的。切，你就是那口嫌体。哎，三叔，什么来着？那个体正直。对，口嫌体正直。什么呀？哎呀，反正你懂的。拜拜，我先去上学喽。我也去上学喽。过来，拜拜。
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阶级斗争斗地主！哈哈哈哈哈！朕赢了，你们输了，这才不是土包子！哎呦，哈哈哈！哎呀，就你这种大兵脸，应该站到后面去，最好把脸遮一半，这样啊，你才是小脸自拍犯。哼！1 2 3 4，我是羊，我是羊，我是一只爱上人的羊，我是羊，我是羊，我是一只爱上人的羊。下一项，西安企业昨天发布了我们上一季度的业绩表，我们的走势持续呈上升形态，而且我们也有稳健的储备。哎，把那鸡爪子再多做一点啊！好嘞。这样算下来，折算折旧费还有什么？我为我儿子的所作所为表示道歉。你们不是要跟我道歉，你们是要跟自己道歉。学生的道德培养，单靠学校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。李元宵他这么小，竟如此无礼，他还经常做出一些很怪异的行为啊！哎，你们作为父母，真的应该是好好反思反思。我以后会多找时间陪陪他的。我也是。多花时间陪孩子是应该的，小朋友你要改掉他身上的坏习惯，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唉，可是校方啊，看到李元宵在1天之内犯了3个大错，哎呀，这在我们学校打破记录了呀！哎，夸张，决定予以严惩，停课1星期。哎，作为家长啊，这1星期里面要好好陪陪他，开导开导他，家长的关怀才能让他更健康的成长嘛。哎，去吧。知道了，谢谢老师。哎，你搞什么鬼啊？元宵怎么会突然成学校的小暴君了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他现在都被人家停学了，你根本就没有用心啊！爸爸，我们不是要去等一个人吗？我现在要打死一个人！什么？爸，干什么呀？爸爸，爸！我是羊，我是一只爱上人的羊。我是羊，我是你还笑得出来，我都愁死了。他这挺有表演天赋的，挺好的呀。真不知道李欢那群人在搞什么鬼。你说他这样，会不会被退学啊？哎，现在不是流行各种什么补习班吗？啊，不行，让李欢给小皇帝也报几个。李欢又没有什么时间，他家里那2个活宝又只会帮倒忙。你这样真的挺像小孩妈妈的。什么呀？我就是元宵的好朋友，我觉得他可怜，长此以往被人教唆犯罪。是，你对，你都对。但愿某些人不是口是心非，爱屋及乌。你行了你，看我给你带点好吃的吧。这怎么这么多鸡爪子啊？这不都是李欢爱吃的吗？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有啊。哦，他们本来说要来，后来又……这是我们的招牌菜，你不说好了要发微博宣传的吗？对，快吃吧，别凉了。干嘛？很嫌弃的样子吗？不是，我最近要演一个厌食症，要入戏。入戏？对啊，
就是把自己置身于其中，这样才能达到效果。菲姐姐，我们这边好了。哦，那边好像快好了，我先过去了。嗯，去吧。哎呀，入戏。如果元宵也能入戏的话，你们今天真是办了一件大事，让我从来没在陌生人面前这么丢脸过。大哥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但是我们原本也只是想教他一些接地气的东西嘛。谁知道他那么聪明，一学就会，孺子可教，遗传。我们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浮华，你快看，看，我在乐视商城给你买了个70寸的大电视，才1万多块呢。哎呀，这个乐视商城，回古代我一定要开一个。啊，1万多块才？你怎么不给大家都买一个呀？哎呀，大家都有份嘛，连幼儿园里面小毛孩都有呢。有我的吗？有啊，给你买了个40寸的。你房间不是小吗？所以就没给你买大的。来劲儿了你啊！把这订单通通给我退掉，要不你什么电视都别看了。浮华，退掉。那好吧。乐视语音助手把所有的订单通通退掉。皇上，先不忙，您不是还要一键选妃的吗？哈？一键选妃？啊，这个我知道，一键就是按这个 Live 键。这样 Live 界面上就可以快捷选妃了，不是快捷看片儿。啊，对，这个是我教你的，老鄂，你什么时候教给人家了？教，你们怎么不教得上天呢？教而不善，你们通通气死我算了。喂，快来等一个人，我有办法了。Hello, everybody. Hello. Good。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啊？你应该说 ，Oh my God, what's this? Oh my 什么 Oh my God, 什么 God? 你们这演的哪出啊？教育好你儿子的戏啊！我研究了市场上各种针对小朋友的教育资料，必须要把知识融入到生活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诱导小朋友学习，才能事半功倍。所以呢 ？Show time, come on, shak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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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ake.什么情况？这些饼干口感不错，只可惜味道太单调了。我觉得啊，以后可以加入一些味道来区分。A 就是豆沙 ，B 就是桂花 ，C 呢就是莲子吧。哇塞，你不愧是个吃货呀，这都能联想到吃的，棒棒哒！
不错呀，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就能活学活用，而且大胆创新。关键是可以整合这些资源，很有我的风范。嘿嘿。哎，静静，那白脸书生跟妖女什么关系啊？男女朋友啊？不对，应该说是未来很有可能成为夫妻在一起的关系。别乱说，也可能不会在一起吧。你不说今天去补课的吗？不去了，我准备休学。为什么呀？你怎么想的？好啦，跟你开玩笑的。我最爱看你紧张我的样子。切，无聊。你们刚才玩那么嗨，我也要玩。那不是因为元宵吗？他被老师停课1周，我不想让他功课落下，不然还会有下次的。是要赶紧回幼儿园。要不我教他数学。哇，真厉害，都已经学会 say no 了哈。从此变回美男子的青蛙王子与公主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讲完了，喜欢吗？这个外邦故事还挺有趣的呢，不过我还是喜欢《山海经》。山海经，可惜不流行了，几乎没有人在读。山海经也挺有趣的呀，像夸父追日、女娲补天、后羿射日，不都是山海经里面的吗？哎，真搞不懂你们现代人，那么伟大惊天的故事，既然不流行，却让学什么英语？哎，我可是连汉字都还没写全的呢。没办法啊，就是要学。为什么会没办法？为什么会要学？哎，难道是你们这个年代的皇帝逼的吗？这就是不要学。没办法，怎么说呢？哎呀，反正就是要走向世界，走向国际。等你长大以后还要学韩语、日语。哎呀，日语就不用学了，什么西班牙语、法语，反正学的越多越好。做俯卧撑呢，这不？我没有故意偷听。只是碰巧听到了。你这平时伶牙俐齿的，连小朋友的问题都回答不上啊。果然没偷听哈。那我就是不知道，为什么要学那么多呀？就是很困惑。有什么好困惑的呀？知识要不断的去复习啊。要不断的对事物充满着好奇，知道什么该学，怎样去学，这样才能打开你的视野啊。文化当然要继承，但还要不断的去创新进取开拓。哎，你这暴君怎么改明君路线啦？暴君，明君。既然你懂那么多，知道那么多，那元宵就交给你这个大圣人了。好。看我金箍棒的厉害！啪！齐天大圣孙悟空拜见小皇帝。想听我讲故事吗？要！我保证你听完之后再也不想睡觉。话说500年前，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
3打白骨精。这回我能回去好好睡个觉了。大闹天宫！妖孽，看我一招！他们在等，不用找。哎，你干嘛啊？你真的很输不起。我先发现，我赢定你！不准进去！明人不做暗事。妖孽，不要跑！回来，爸爸！喂，喂，你怎么走啊？你做事做一半就走了？我就知道你是个虎头蛇尾之人。哼，你不是还常说要教好我儿子吗？哎，我是给你机会让你们父子在一起相处。再说了，我不能24小时在你家吧？我又不是保姆，我已经倒贴不少了。你又没付我工钱。你不是经常鄙视我只认钱吗？你怎么也变了？难道被我同化了？哎，你。啊切！上车。啊？哦。别弄脏我的车了。我好像是感冒了，连句关心的话都不会说。哎，你怎么掉头了？我家在那边呢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报警了。